母親節嚟啦，我哋準備咗份大禮俾爸爸。今日唔開心死啊，吉飛啦！爸爸返屋企後，我諗水上嚟啊！習慣性敷衍，咕喱架到。呢個係父親節禮物嚟，係我送俾你㗎。冧死啊！爸爸中唔中意啊？唔攰啊！我斟水俾你飲啦。咦，甜啊！以後唔使脫水啦，有咗依副嘢啦。真係有心。喂，點解唔使脫水嘅？因為呢個桶可以直接加生水㗎，呢台機採用咗 AQP 水通導蛋白技術，可以過濾自來水中110種有害物質㗎。係咪咁犀利啊？你一個嘢唔可以曬住沙，啱又要飲冰水。唔可以，小朋友唔可以飲冰水。我沖個拉拉俾你飲。佢呢個係加熱製冷箱系統㗎，可以秒出5至100度嘅水，平時沖奶直接撳45度就得啦。行開，冇咁後勤。就係你呢嚿肥豬肉喺度阻頭阻勢。媽咪要冰冰。呢台機好犀利嘅，可以自己製冰㗎。佢話自己8分鐘就可以製冰㗎啦。認真勁抽，夏天啊，隨時飲冰水都大把冰啊。一杯倒到家庭幸福。燒酒佬代表。